咁一定都爱安尼。你这么帅气呀！麻烦改一下好无？好，咱是8点的，哦，8点没哦。咱是安尼，毋甲对，叮，是毋是？是。请问抽猪母水的意思是啥物呢？看抽猪母快一定有答案。为什么妈妈？为什么你？做确定？保证啊，为什么？保证的哦。这个应该问。为什么保证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用过？就是他要从母姓，哎就是有像第二个孩子会从母以姓。前是安尼，以前就是安尼拼好的，拼好的啦。较顶，确定确定确定。较顶哦。听妈妈的话，忘掉。听妈妈的话吼。嘿，好，好，咱来看一个，其中一个囡仔爱对老母姓，对毋对？听妈妈的就对啊啦，是咱有分数。恭喜又得到6000咯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一下。好，这是较早吼，有个人敢若生查某囝，无生后生，啊，惊讲因的生会长去，啊，所以咧，查某囝大了后咧，招囝婿入来，啊，但是甲囝婿讲吼，将来生的囡仔内面吼，爱有一个对老母姓，安尼因的生才袂长去，啊，咱甲这叫做抽猪母税。